好，嚟到最後一節 Section B 嘅題目啦。咁啊，Section B 嘅題目其實頭幾條係比較簡單，Section B 都係做3、4條題目嘅啫。好，第一條又係嗰啲簡單送分撳計數機題目。好啦，望一望呢度有個一字咁，你唔會圈個二字噶嘛，咪查一查。OK，爭在乜嘢啊？爭在14後邊啊，得翻幾個㗎咋？14乘以乜嘢啊？乘以2嘅10次方。好啦，咁你有冇部計數機出嚟？Mode base 咁啊，跟住撳111，然之後就撳個 binary，撳翻過嚟，撳翻 decimal，發現咗，咦，7嚟嘅啫喎，咁點算好啊？咁即係話其實原來佢唔係撳111咯，佢係撳乜嘢啊？佢係撳1110，OK，咁就變到14啦，OK，所以間一間嘅時候呢度係咁樣間，而唔係間111，OK，呢啲又係少少陰理嘅問題啦。好啦，0、1、2、3、4、5、6、7、8、9、10，10次方 A， 搞掂。再嚟下面，下邊有3個 number，OK， 2、4、6先望數目字，所以個乜嘢啊？所以個 HCF 梗係2啦。OK，再望第二個英文字母 P 2次、4次同埋1次，咁咪1次，咁咪 B 咯，搞掂。好，再嚟喺上邊畫幅圖畫，佢同你講 slope 係-2，OK，horizontal axis 嘅 intercept 係3，咁即係點樣啊？slope 打斜落嚟，呢度係3，斜率係-2，所以呢度係正6，跟唔跟到？好啦，成條數係乜嘢？成條數就係 y 等於-2x 加6，即係唔係 y，係講緊 log base 25y，OK，等於-2。log base 5就加6，得唔得？好啦，再望一望個答案 A、B、C、D， 全部個 base 都係5，所以唔使問，你都知道全部要轉翻做5啦。好啦，然之後點樣？然之後呢邊就係 log 5y，log 呢邊係525，就加唔好加兩個啦，加 log 5 base x square 就等於6啦，得唔得？快手少少啦。咁啊，5、5、25當你唔識，係咁於喺你面前撳一次計數機，log 5溝埋25係2，OK，咁所以呢度係幾多啊？係 log 5y 嘅1/2次方乘以 x 嘅2次，得唔得？呢邊就6，所以 x 2次 y 1/2次方等於5嘅6次方。咁啊冇乜嘢啊，冇分數嘅喎，冇 integer 咁啊，所以 x 4次 y 就等於5嘅12次方咯。B。好，嚟到下一條係點樣㗎？有個2set 1係complex number，2set 2係complex number，兩個 complex number 加埋嘅 real part 係4。請問呢另一嚿2set 1減2set 2嘅 imaginary part 係乜嘢？冇啦，呢個冇得撳機啦，應該我都諗唔到點撳啦。原因係因為即係只有喺特定嘅 A 嘅數值入邊先會滿足到呢一嚿咁嘅條件，而其實佢咪就係叫你計個 A 出嚟咯。OK，咁我計個 A 出嚟冇得搞啦，咁啊即係話我哋點都係要硬啪啪計啦，咪1加 I 就 A 減 I 就乘翻個 A 加 I 就 A 加 I， 咁啊等於幾多啊？等於1加 I 就 A 加 I， 分母係 A square 加1。好啦，2set 2可唔可以快半步？分母係 A square 加1， 3減 2I， 跟住咧就 A 減 I。好啦，心算啲乜嘢？心算個 real part，real part 第一嚿係乜嘢？第一嚿係1乘 A，咁寫個 A 字。I 乘 I 就-1係減1，跟住就加呢一嚿係乜嘢？3乘 A 就3A，呢邊咧，呢邊就減2，就等於-4。所以撳計數機 A 就等於-1/2，得唔得？好啦，咁跟住計到-1/2就唔同啦，咁啊可以撳機啦。OK，program mode 2，OK mode 2-0.5 enter，OK，然之後就開括弧1加 I 刪括弧除以括弧 answer 減 I 刪括弧就減開括弧3減 2I 刪括弧除以括弧 answer 就加 I 刪括弧 enter。1.6係咪答案？唔係，呢個係 real part，imaginary part 係2D。
好啦，嚟到下一條，哇個樣好衰，咩嘢 f(x) 等於負 x 二次加 4kx 加1，減 4k 二次 k 係 positive constant。再望一望先，佢有個圖案 transformation 嚟嘅 y 等於 gx，呢邊就 y 等於 f 負 2x。好啦，再望一望下邊，嘟答案，咦，發現咗乜嘢啊？冇叫你計個 k，個 k 係乜嘢啊？個 k 係乜都得，係咪？咁所以你見到喺答案係有 K 㗎，有 K 嘅，個 K 係乜都得，所以毫不猶豫唔使俾面，屈個 K 就等於是但一個數字。通常我都會中意十多少少嘅大少少啦個數字。好啦，f(x) 等於幾多？等於負 x 二次就加40個 x，咁啊1減400就即係減399。OK， 好啦，咁啊跟住 gx 就等於幾多啊？gx 就等於 f 就負 2x，OK， 負 2x 冇問題。咁咪望住呢一嚿嘢咯，負 4x 二次 ，OK， 減80個 x 就減399，得唔得？好啦，然之後整咗兩條咁啊式出嚟啦，佢同你講 one point of the intersection 呢兩嚿嘢就 must lie on y-axis， 非常之簡單，呢兩嚿相約，所以就 formula 01，OK， 咁啊 formula 01未算翻，冇一 formula 01。咁啊，負1加4 enter 40加80 enter 呢嚿嘢零咗 enter， 好啦，所以 x 等於0 x 等於0同埋 x 等於負40。咁 x 等於0咪即係 lie on y-axis 咯，一係啱嘅，一係啱嘅，一係啱嘅，呢個交叉，呢個交叉，個2唔使睇，淨係睇埋個3就收工啦。好啦 ，vertex between 呢一嚿同埋呢一嚿係3k。好啦，請問呢一個 vertex 係幾多？咦，佢哋係淨係向住個 x-axis 喺度變大變細嘅啫嘛，即係個 y coordinate 唔使理啦，咁啊非常之好啦。咁啊負 b 除以 2a， 負40除2負2。呢一嚿嘢嘅 vertex 係20問號，另一嚿嘅 vertex 咧負 b 除2a， 呢一嚿係負10問號，爭幾多格？爭30咪即係3k 咯。OK， 搞掂 tick 掂。下邊都係近年比較興嘅問法啦，就係將 quadratic 啊同埋 ASTS 啊嗰啲撈埋一齊，係咪？好啦，同你講咗 alpha 加 beta，alpha beta 就係 roots of 呢一條 equation， 自己背出嚟啦。請問 alpha 加 beta 等於幾多啊？等於負 b 除以 a， 即係等於8。好啦，然之後起乜嘢啊？喺 alpha 同 beta 中間加一個數目字落去就變咗 AS， 咁請問個 h 等於幾多？h 咪 alpha 加 beta 除2咪等於4咯。下一句同你講1k， 然之後呢個2嘅8次方，呢個係一個 GS， 咁請問 k 等於幾多啊？咪2嘅8次方乘1，乘埋俾你睇啦，咁多下開方，OK 等於16，搞掂。好啦 ，h 等於4 ，k 等於16，h 除 k 1/4b。下邊仍然繼續我哋撳計數機嘅遊戲。Linear programming 3條式太好撳啦，所以 program 1第一條式318 enter 130 enter，OK， 第一個點寫住3同埋-1。近呢幾年其實成日都陰你乜嘢啊？係咪就咁撳完個點出嚟就算數啊？唔係，要 check 埋第三條式3乘3減7乘-1。撳一撳出嚟16係大過負32，OK 可以用。好啦，第二條式啊嘛，再嚟撳 program 1，OK 咁咪31就8就3就負7就負32 enter， 呢嚿嘢係1，然之後第二個係5。好啦 check 一 check 13嚟噶嘛，咁咪1加3乘5符唔符合第二條式？仲得唔得？好啦 last 23呢條式 program 1再嚟一次130 3負7負32，好啦，呢一嚿係負6，另一嚿係2，好啦，代翻落第一條式度，3乘負6加2，咦，負16喎，唔係大過8喎，呢一點唔係我哋要嘅答案。
好啦，所以淨係得2點要你考慮嘅啫。跟住就問一問，哇，邊一個係 least value 加 k 就等於17？好啦，你話，咦，邊個係 least value 啊？係使鬼你個 k 咩？試一試邊個 least value 先啦。4乘3減3，呢嚿係9。OK，呢個係4乘3加，4乘1加3乘5，呢度係19，所以呢一點係 minimum，跟唔跟到？好啦，代翻落去，4乘3加3乘-1加 k 就等於17，k 就等於17減12加3就係8啦。OK，如果你冇 reject 嘅話，我心算應該就係你會揀得35嘅。好，後邊。好，後面再嚟一次圓圈嘅題目。圓圈嘅題目其實某程度上都做到條件反射㗎啦。佢同你講有個半圓，半圓即係有半徑，有半徑即係有直徑，有直徑就有直角。點解條線好？咁你見到呢隻角喺度啊，諗都唔使諗啊，自動自覺加定落嚟呢一度啦。加完落嚟呢一度之後，OK，先至慢慢睇題目都唔遲添啦。好啦，佢同你講呢兩個係 tangent。跟住 ABC 呢隻角，ABC 呢隻角係110度，BAP 呢隻角係36度，好唔好？好啦，搞掂咗啦，鬆低少少啊，不如。好啦，搞掂咗啦。喂，呢度 tangent 嚟噶嘛 ，tangent property 自己醒爬呢隻都係36度啦。點解啊？對稱噶嘛。好啦，然之後點樣？然之後架呢條線嘅目的係乜嘢啊？係架隻帆船出嚟啊嘛，好。係咁要扭張紙過嚟睇一睇，哇！有隻帆船，OK，水花向右邊淺，咁所以佢向左邊行，所以呢隻角都係36度。呢隻角係36啊，三隻角加埋180啊，又撳下計數機，180減110減36，呢邊係34度。咁啊，最後的最後啦，呢個34其實都多咗嘅，呢個110，所以呢度係幾多？所以呢度係70，70 90呢隻係20。然之後啊，唔係冇多到喎。好啦，呢隻帆船，第二隻帆船喺第二個海，呢度34，所以呢度都係34。好啦，所以呢隻角 y 加34度就等於36加20，y 就等於22度 A， 收工。好，成份卷最後2條冧冧珠，其他嗰啲全部都順過㗎啦，應該係咪？爭在最後2條，第一條43，第二條 3D。好，先望一望呢條43。好啦，43有3條線啊，冇啦，呢度都唔夠位寫，攞另一張草稿紙出嚟啦。咁啊，第一條線叫 x 就加4y，習慣寫等於-12。好似呢條 x 減 y 就等於3，kx 減4y 就等於-48。咋臨寫定個表出嚟啊 ！slope 係幾多啊 ？slope 係-h/4，呢邊係 h，呢邊係正 k over 4。下一格寫定個 x-intercept，揞住佢，呢度係-3，呢度係-3，呢度係正12。唔係，呢個係 y-intercept 嚟嘅，對唔住，寫埋個 x-intercept，撳住中間，呢度係幾多？呢度係-12除 h，撳住呢度係3除 h，呢度係幾多？呢度係-48除 k，得唔得？攞住3嚿線開始嚟畫圖畫啦。咁啊，你見到話大家都有個 y-intercept 係-3嘅，太開心啦。咁啊，所以得篤落嚟呢度係-3。個 slope 係乜嘢？個 slope 係負數 ，x-intercept 係-12除 h。題目講咗乜嘢？題目講咗全部都係 positive constant。好啦，所以呢個好清晰，大約就呢度到啦。咁啊，插條線過去得唔得？好啦，然之後呢邊就正數個 slope，咁啊 x-intercept 係3 over h，就大約係咁樣到啦，好唔好？好啦，呢邊個 y-intercept 係12，高少少嘅，個 x-intercept 係幾多？係負數，然之後個 slope 係正數，所以大約就係咁樣到啦。個三角形就出咗嚟啦，呢度啦，得唔得？
好啦，然之後題目話呢個三角形1點、2點、3點嘅三角形，佢有乜嘢啊？Ortho centre 同埋個 circum centre 都喺個 y-axis 上邊 ，OK， 即係個版面係乜嘢啊？三心共線係必定嘅，嗰條線叫 Euler's line，Euler's line 穿過個 vertex 係咪？都係嗰句啦，得兩個 case 啫嘛。一個 case 就係四心共線，所以佢係 isosceles triangle；另一個 case 就係本身就係一個直角三角形，呢隻係直角。好啦，咁點解你話唔係 isosceles 啊？望一望個 slope 啊，呢度係負 h over 4，呢度係 h，點會係 isosceles 啫？仲要 symmetric on y-axis 喎，係咪？所以只能夠係呢一個 case。OK， 呢一條線嘅 slope 係乜嘢？呢條線嘅 slope 係 h，呢條線嘅 slope 係乜嘢？負 h over 4，相乘等於負1，心算 h 等於2，計完咗一半啦，係咪？第二句同你講佢有乜嘢啊？佢嘅 circum centre 即係三角形外邊有個圓圈嘅圓心，就應該喺個 y-axis 上邊，佢亦都係喺呢條線上邊嘅。OK， 所以點樣啊？所以 put x 等於0，y 等於12，一早就計咗啦，係咪？好啦，搞掂。咁即係話而家我有 h， 即係我有呢條線叫做 2x 加 4y 等於-12，同埋 2x 減 y 等於3。好啦，又攞部計數機出嚟，撳機，應該係呢部 program 1，就24-12，2-1，3，撳完 coordinate 出嚟係0-3，非常之好，唔使啦，其實本身都見到0-3，撳嚟都多餘嘅，對唔住啊。好啦，0-3，另一點係幾多？0-12，所以個 radius 係15，所以 circumference 係225派。搞掂 B。好，下邊嚟條 3D 最後一條冧冧珠嘅 ，OK，佢同你講有個 pyramid VABCD，個 base 係 ABCD，兼且 A 係 vertically above P，OK，懟落嚟係影嚟嘅，係 projection 嚟嘅，得唔得？好啦，第二件事就係 VP 呢度係1:2，第三件事 VA 等於15，同埋 AB 等於12，得唔得？好啦，俾晒啲料你啦，呢度係咁要畫粗少少，話俾人知我知個長度嘅。我要揾乜嘢？我要揾 BP 同埋 ABCD 嘅投影。好啦，重複一次 ，A 懟落嚟 ，V 懟落嚟就係 A，P 懟落嚟就應該係呢度到啦。好啦，你望一望 V 嘅投影就喺 A，C 嘅投影就喺 C，所以乜嘢 P 嘅投影就必定係喺呢條直線上邊，得唔得？OK，咁呢個係咩嚟㗎？哇，成份卷都冇見過，第一次見大包晒，係咪 ？OK，呢度係15分3份，呢度佔2份，所以呢度係10，得唔得？好啦，成條題目剩低嘅就係計埋個 BP 係幾長就收工啦。好啦，呢一度有少少 tricky，唔好話少少啦，一定要識呢一條，點解？因為呢條係我哋 DSE 2026年第一次正式俾個名佢納入 syllabus 嘅一條式，叫三垂線定理啊嘛。VA 懟落嚟係垂線 ，OK， 見唔見到呢個係 rectangle， 所以懟落嚟呢隻係直角，得唔得？以前成日都用㗎啦，不過而家更加直接明目張膽咁用，懟落嚟個影拉落嚟係直角，個影呢度拱翻上去，呢一隻 VBC 都必定要係直角，得唔得？三垂線定理重複一次 ，V 懟落嚟個影係 A 拉落呢條線度係直角，所以由呢點拉翻上個頂度都必定係直角，得唔得？咁啊最尾呢度俾埋直角你㗎嘛。好啦，驚你搞唔掂，拉埋呢個 VBC 出嚟先。VBC 呢隻角係幾多？呢隻角係16 over 25，16除25 arc cosine 係咁依撳下，哇好核突啊！唔好理佢住啦，總之我有佢叫 theta 先啦。好啦 ，VB 幾長？呢度12，呢度15，OK。咁所以點啊？12嘅二次加15嘅二次嘅369嘅開方 ，OK。呢隻係直角，得唔得？好啦，所以乜嘢啊？所以我有冇
呢條邊嘅邊長啊係有嘅，呢3條邊嘅邊長我 solve 晒㗎啦。咁啊係咁已撳埋個 BC 出嚟啦，開方係咪369啊？12二次加15二次，開方369嘅二次369 OK。16除25 add cosine 就呢一隻角就叫 theta。369開方除咁啊，開方369刪括弧除 tangent answer， 答案就係16。哇，咁靚仔，very good。跟住呢度懟埋落去呢一條邊1:2，呢一點叫做 P，OK，所以16二次加369就等於625開方，呢度就25，25除3就係乘2，呢邊就係50 over 3，呢度就係25 over 3，寫多咗嘅，好，臨尾 program 3就 program 3啊 triangle solver 16 program 3 16 enter add cosine 16除25 enter 50除3 enter 0 enter 0 enter 0 enter。好，第一個呢個係16，呢個係50.2，呢個係50 over 3，呢隻角唔重要，重要係13.8，卒之計到啦，呢個係13.8，呢條邊係13.8 ，OK， 埋尾。10除 answer 嘅 add sine， 答案係46.1度 B。好，啱啱嗰啲搞掂晒，剩低嗰幾條順過啦，最尾5條快快手手，應該5分鐘搞得掂啦。好啦，find the range of value of k such that the circle 同個 straight line intersect， 即係心裏邊諗緊啊，就有個圓圈，就有條直線。OK， 咁啊，假設你乜都唔識，咁你即係幻想到呢條線喺度行緊，佢啊應該俾個 range 包住噶嘛，所以答案唔係 C 就 D，A、B 就直接錯得噶啦，係咪？好啦，咁啊望一望個 range 先，呢度係細過35，呢度細過15，求其代個數字落去，代咩好啊？代個16，咁你咪分到勝負咯。有冇直線與圓圈啲 program 啊？冇啊，冇啊，入啦 program 2先。OK， 3 enter 4 enter 16 enter 1 負28 26 340，登一點 bang bang two distinct point。 OK， 16係啱嘅，所以 C 收工。繼續下邊排隊，3個老師6個學生，咁啊3個老師就6個學生，老師唔准排埋一齊，先排學生，學生就6撇 ，OK， 6撇就即係有幾多個窿剩，前後7個窿可以俾佢插隊7P3，OK， 6撇乘7P3，答案係15200 C。下邊抽波波3個盒 A、B、C，A 咧就有3個黃色，黃色有3個，跟住就白色就有4個 ，B 同 C 就一模一樣，都係黃色有2個，黑色有5個，黃色有2個，黑色有5個。好啦，問乜嘢？問黃色即係話除咗黃色之外，其他嗰啲咩顏色係完全唔重要嘅，得唔得？好啦，咁啊，跟住問你抽黃色，咁啊，第一件事就抽 A、B、C 啦。如果抽 A 嘅話，就3 over 7、2 over 7同埋2 over 7。抽 A、B、C 係乜嘢？機會均等，所以咁啊1/3啊乘3 over 7啊加2乘1/3乘2 over 7，咁啊撳計數機。1除3乘3除7加2乘1除3乘2除7，答案係1/3 A。last 2條嚟
同你講有35條友 ，OK， 35條友，咁跟住點啊？跟住 Tom 同 Susan 就係 upper court 同埋 lower court，即係呢一個就係 Tom，呢一個就係 Susan 啦。佢有冇同你講佢幾多分？冇。有冇同你講個 standard score 係乜嘢？冇，淨係同你講兩個嘅 standard score 相差係2，OK。咁即係點啊？即係82同62之間，咪82減62就等於兩個 standard score。咁啊 standard score 咪等於10，唔係 sorry，standard deviation 咪等於10咯。OK， 重複80減62就係兩個 standard deviation，因為 standard score 爭2啊嘛。好啦，咁啊 standard deviation 係10啊 ，take 呢個圈，呢個交叉，呢個交叉一唔使睇啊，淨係睇個3得唔得？The difference between 乜嘢啊？Between any two students is less than 3.6。求其揾兩個都要細過3.6，咁點啊？咁揾個最大嚟睇睇，最大呢度係幾多？呢度係88，就減呢度係幾多？呢度係52啊，等於36，咁啱就等於 standard score 3.6，所以 less than 呢句説話係錯嘅，交叉 B。最後的最後 M1 嘅同學應該唔應該用多過10秒去做呢條題目啦？好啦，呢度有 AI 係咪就變咗咩身？變身就變咗係-2個 AI 就加9，講緊乜嘢？講緊 standard deviation，咁啊4乘乜嘢啊？4乘2啊等於8啊，收工 C。好，所以如果我希望你睇到最後的話，我希望你喺呢條片入邊學到少少嘅 MC skill，少少嗰啲計運算嘅習慣，令到你計數嘅時候可以快少少啦。呢個係第一樣嘅嘢想做到嘅嘢。第二樣想做到嘅嘢，就係希望你再一次明白到成份 MC 卷唔係 Section B 最難，唔係最後嗰幾條先係最難嘅，其實係 Section A。由第16條開始去到第22條嗰度先至係最煩、最煩、最煩，最令你覺得你識做唔會放棄，但係又花咗好多時間落去做嘅題目。OK，所以 time management 好重要，我強烈建議都好多次嗰啲係擺喺最尾先做。你望下啲45、44、43，如果一個唔覺意，你最尾嗰度唔夠時間做呢啲題目，咪就覺得蝕晒咯。OK，好，咁啊，希望咁多位加油努力。好啲，thank you。